大家好，我是张简小姐讲台语。这就是咱今日要讲的主题——青葱。台语叫做葱仔。这是一般的四季葱，一年四季拢食会到的葱仔。即摆为着这个主题，我调工去观音山踅菜市仔，结果买到大葱。这是由日本引进的品种大葱，你看，大细枝叉遮多，伊的公心葱仔讲是中空的，我交互大家看。有无？中间是空心的，你看大葱，伊嘛是中空的哦。差遮多，算了啦，欢迎大家收看张简小姐讲台语第4集青葱，台语怎么说？菜市场台语课第4集上课喽！大家好，我是张简小姐。有人问我说：“张简小姐，你哪遮爱踅菜市仔？”我讲，这毋干若是买菜尔尔，这是咱台语活跳跳的教室哦。你看，即捆青葱，你平常时啊拢安怎叫伊？是葱仔，还是葱头？今仔日咱来熟悉逐工拢会食到的青葱，但是你无一定会讲伊的台语。葱仔，真侪人讲台语会甲青葱讲做葱头。其实伫南部，若是较正统的讲法，即种长长青色的叫做葱仔。葱仔，北部有人讲的葱头，其实是红葱头，就是煮肉臊、煮油葱酥的迄种。你有看过无？就是即种细粒细粒、皮红红的。阁有一种，就是大家最容易忘毋着去的，就是洋葱。洋葱的台语有人讲洋葱，但是老一辈的人拢会讲葱头。所以你看，大大一个葱仔的字，台语的变化就遮尔大。头前是讲读音，即马咱来讲外观。葱仔含蒜仔外观足亲像，但是你详细看是看会出来哦。请看图片的说明。咱学语言，就是爱学即种层次感，爱分清楚，去菜市仔较袂买毋着物件。青葱的种类有分，请看图片解说。我们挑2个来说吧。北葱伊的叶仔较长，味较咸，适合用来炒肉，也是用来做葱仔饼。另外一种就是粉葱，就是宜兰三星葱迄种，皮较薄，食起来较甜。即种摕来做葱仔煮，也咧汤内底芳开十足。咱台语有一句俗语讲：食葱聪明。虽然这可能是大人骗囡仔加食寡青菜的话，但是葱仔对身体真正足有好处的哦，会去寒，会开鼻。细汉的时，阿母若炒卵，最后拢会扫甲葱仔煮，迄种香味一出来，我就知影
会当食饭啊。这就是厝的味道。青葱是台湾料理中非常常见的香味食材，清香又提味。无论是家常的葱花蛋、葱爆牛肉，或是葱油拌面、葱油饼等等，都少不了青葱的香气。简单撒上一把葱花，就能让整道料理更香、更有层次，是厨房里不可或缺的经典配角。我有时候在想啊，现在的小孩，甚至是我这辈的人，常常讲台语就是国语翻台语。比如说青葱就直接讲青葱，其实这样讲也没有错啦，但是就是少了一点点气口。你看这支葱啊，伊有筋有叶啊，咱的语言嘛是安尼，咱若继续拢无讲，筋就烂去啊。所以我常常鼓励大家，若是去菜市的时阵，试看卖用台语甲阿婆阿伯讲话，讲毋对无要紧，因会甲你教哦。那种互动才是语言最美的地方。我开始做这个频道，就是想将老前辈留下来的上道地的讲法传下去。葱啊，毋敢若是菜，伊是连接土地的线。好啦，今日关于葱啊的台语课，咱就先讲到这。你有学起来了吗？如果你喜欢张简小姐的分享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以及分享哦。你的支持是我继续落去的动力。一句台语，一种滋味。感谢收看，我是张简小姐，我们下次见。些厚厚的，而且它可以放。对啊。